我係林亞朗，原始店解痛療法培訓導師，專注推廣原始店解痛療法。我哋終極目標就係讓每個家庭都有機會學懂原始店解痛療法，讓天下再冇痛症。課程特色只需3個鐘頭，就可以掌握處理最常見嘅痛症，適合個人、親友、公司員工同埋社群組員。無論你自我舒緩定係幫助他人去解決痛症。教學方式：3個人即可開班，10個人以上可上門授課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或者有興趣報名，歡迎隨時聯絡我，讓我哋一齊改善生活質量，遠離痛症困擾。